商鞅變法，亦稱為商君變法，係中國戰國時期約公元前356年至350年，由魏國人商鞅（原名公孫鞅）喺秦孝公嘅支持下，喺秦國推行嘅一次徹底嘅制度改革，係中國古代最成功嘅變法之一，直接奠定咗秦國由弱變強，最終統一六國嘅基礎。歷史背景：戰國中期，秦國位於西方，長期被中原諸侯視為蠻夷敵國力落後，飽受輕視。秦孝公即位後痛感諸侯卑秦，醜莫大焉，決心富國強兵，下令求賢。商鞅喺魏國入秦，憑藉法家思想同埋激進嘅改革方案，獲得秦孝公重用，先後兩次推行變法，前356年第一次，前350年第二次。當時嘅時代背景：鐵器同埋牛耕推廣，生產力提升，井田制崩潰，各國變法浪潮，李悝變法、吳起變法等，戰爭頻仍，誰能富國強兵，誰就能生存。主要內容：核心措施。商鞅變法涉及經濟、政治、軍事、法律、社會等全方位改革。以下係關鍵內容：經濟方面，最根本嘅變革，廢井田，開遷牧，承認土地私有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，獎勵墾荒，誰開荒誰擁有，免稅多年，縱農抑商，極力鼓勵農業，嚴重抑制工商業，商人稅好重，甚至將商人當作末業。政治與行政方面，廢除分封制，普遍推行縣制，中央直轄郡縣，編戶齊民，15連坐，全民戶籍登記5家為5，10家為10，互相監視，一家犯罪10家連坐，統一度量衡、貨幣、兵器尺寸，所以就係秦民啦，互相監視啊，舉報嗰啲。依家係秦民。3. 軍事與爵位方面，最激勵人心嘅部分，廢除世卿世禄、貴族世襲特權，實行軍功爵制，20等爵，按斬殺敵人首級數量授予爵位，填紮官職，禁止私鬥，私人打架嚴懲，鼓勵為國作戰。依家好似都係有少少。法律與社會控制，嚴刑峻法，加法家思想，法令公開，賞罰分明，甚至太子犯法也要處罰其老師。呢個係黥刑、異刑、焚詩書、明法令，壓制儒家等舊文化，統一思想。變法結果與歷史影響：短期，秦國迅速民以殷盛，國以富強，農業大發展，軍隊戰鬥力暴增，很快從弱國變成戰國最強軍事機器。長期，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提供咗制度、經濟、軍事基礎。郡縣制、土地私有制、軍功爵制、度量衡、
統一等制度被後來嘅秦漢乃至2000年封建王朝基本沿用，確立咗中國古代以法治國、中央集權、重農抑商嘅國家治理模式原型。簡單總結對比表，咁就係頭先講呢啲啦嚇。咁就商鞅變法雖然極其成功，但亦都因為過於嚴苛、連坐、嚴刑重稅而樹敵眾多。秦孝公死後，舊貴族反撲，商鞅本人被車裂而死。然而商鞅雖死，秦法未敗，佢嘅制度一直延續到秦統一天下，甚至影響咗中國2000多年嘅國家形態。呢一個就係點解歷史上經常話商鞅變法開帝業之基。